起码要79本，你们要练得好就生，你们要练得就生好，本个命运也值得。山山木叶来成对，可惜为我不会吹。那年跟狗学会了，只有木叶不用煤。我们发现每个女孩子手上都拿着红鸡蛋，这显然不是拿来吃的，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准备同样的食物，它一定有着特殊的作用。这些红鸡蛋是姑娘们临出门前母亲给准备的。每年的这一天，母亲都会为要出门到村口去的女儿准备一些红鸡蛋。和汉族一样，对苗族来说，红色同样是吉利色。这特殊用途的鸡蛋也要染成红色，以求顺利。按照惯例，母亲在女儿临出门前还要叮嘱几句。母亲为什么要在这时候说这番话呢？这和红鸡蛋有什么关系吗？原来红鸡蛋是游戏的道具，小伙子要将姑娘手中的鸡蛋抢下来。按照中保苗族的风俗，小伙子在抢红鸡蛋时，如果姑娘中意对方，不用太费力就能抢下鸡蛋。反之，如果姑娘没有看上小伙子，宁肯将手中的鸡蛋捏碎了，也不会给对方抢去。中保苗族为什么要用鸡蛋作为游戏中的唯一道具？在这里，鸡蛋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？因为我们苗族比较崇拜鸡，公鸡代表我们这个苗家拿来发财使用的，母鸡代表我们能够子子孙孙都能够发展的，鸡生蛋，蛋生鸡，息息相依。所以我们这个苗族啊，到每逢春节，都煮鸡蛋给我们自己的小孩拿去玩。我们本身在职的女孩拿鸡蛋到我们寨边拿给其他在职的小伙子，也是通过鸡蛋机会才能够接触。我们的小伙子到别个寨子去抢鸡蛋，也是通过鸡蛋双方才能够有机会见面。这是一种鸡蛋起到一个我们的苗族的青年谈恋爱的一种媒体，媒人一样的作用。在抗拒自然灾害能力很差的古代，对于人口稀少的苗族来说，繁衍后代是头等大事。因此，中保苗族用鸡蛋象征生命的延续，这恰巧暗合了蛋生鸡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。这看起来只不过是一场游戏，实际上是决定终身的大事。但我们仍然不能理解，难道终身大事就这么儿戏的解决吗？对于马伟来讲，这可不是一个游戏那么简单。他以前参加过多次这种游戏，还没有一个小伙子从他的手里抢走过鸡蛋，那是因为没有他相中的人。正在抢马尾鸡蛋的这个小伙子名叫王峰，
不知道他今天够不够幸运，能成为第一个抢到马尾红鸡蛋的人。按照当地的风俗，互相相中的男女青年应该去钻山洞了。但是第二天，我们居然在马尾家找到了他。从抢鸡蛋的结果来看，马尾应该对王峰还是比较满意的。那么，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传说中的去洞练？难道说姑娘在一夜之间就反悔了吗？这个没煮啊，是吗？嗯。你抢鸡蛋，为什么把鸡蛋给他了？给王峰啊？啊？对他有点好感是不是？啊？那种抢了鸡蛋是他来找你呢，还是你去找他的？你们的规矩。我们的规矩啊？啊。抢鸡蛋，讲不清楚。讲不清楚哈。如果他来找你的话，你跟他做干嘛？虽然姑娘不怎么说话，但从表情可以看出，她心里对王峰还是比较满意的。从马尾这里，我们没能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难道王峰那边有不同意见吗？在中宝乡的拉纳村，我们找到了王峰，他在乡广播站工作，节假日时也帮家里干点活。你觉得这一次怎么样？这个抢蛋怎么样？还可以吧。还可以，他还蛮喜欢你。应该他蛮喜欢。你呢？我们喜欢他们可能给鸡蛋呢。抢了鸡蛋，准备下一步就回来游会面呢？有那种想法。有点想法。准备什么时候去了？等学完业卖完业了，有口袋有钱了再去约会。真是啊。因为平时口袋都没有钱，不懂得约会要买的东西给他带。你约会平常是要去你去找他的，还是他来找你的？一般都是我找。你去找他，找完以后是去山东啊？找完以后肯定，但没在家了，去坡上了。去坡上，或者是要进洞面呢？有洞的进洞，没有洞的在坡上找个把没挨人雨的地方躲下来等。躲下来。等一下，我跟着你一起去嘛，好吗？没有，你看。啊，没有，今年。